如果有錢人生就會快樂，點解有錢人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？經歷過人生起跌嘅馮偉明牧師，因為耶穌而揾到運用金錢嘅真正意義。年輕時嘅馮偉明為咗賺錢，酒色財氣樣樣都沾上。後嚟佢移民加拿大，由零開始喺餐館工作，受盡屈辱。就喺佢最失意嘅時候，耶穌不斷送上安慰同提醒。後來佢喺地盤做粗重工，再自學畫圖，最終建立咗自己嘅建築公司。佢按照聖經嘅教導誠實營商，漸漸建立信譽，生意越做越好。佢用做生意賺返嚟嘅錢周濟窮人同埋宣教，幫佢揾到金錢嘅意義。佢立志鼓勵更加多基督徒商人用金錢嚟回饋社會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